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这2024年全国非法的旅宿业者有1596件，这宜兰县就占200多件，是全国上界多。在地旅宿业者就认为讲，这几年国内旅游的大网率本身就无悬，这非法的业者就害因的生意更加凄惨，希望这公部门会当更加积极去抓非法的业者。也那宜兰县府就回应讲，因是有运用科技执法主动在抓，而且嘛有咧复查。国内伫这几年情形无啥好，真侪国内旅宿业者业绩就真凄惨。非法的旅宿业，各互合法的业者生意更较歹。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2024年全国非法的旅宿业者1596件，宜兰县205件是全国上多。不管我们合法旅宿业者要缴营业税，然后要缴我们的对员工的劳健保，还有我们的所谓的消防的部分哦，对我们来讲都是很不公平的。那目前我们觉得政府在这一块就是主管机关还是做得不够积极。合法的业者讲，非法的业者无立管，唔免纳税，唔免消防检查，唔免买保险。对旅客来讲，若是出问题无保障，公部门应该优先协助辅导，让非法变做合法。若无法度合法，就要积极处理，保障合法业者甲旅客权益。因为有温泉，宜兰的大会乡温泉饭店真多，互宜兰的旅宿业蓬勃发展。点有真侪非法的业者，多部拢是无摕到旅宿业登记，全对外拍广告营业。宜兰县政府这几年的稽查，对被动受理检举甲主动稽查。相关的案源，我们除了以前的民众检举之外，我们同仁会主动收集网站热门的网站，然后去收集有没有相关的属于违法的。那违法的话，我们就会主动的去列管追踪。县政府讲，伫过去稽查大部分拢是被动接受检举，这几年改进科技执法，主动伫咧网络顶找案源，并且建立2国家复杂这边的机制。相关非法的旅宿名单也公布伫宜兰县工商旅游处加中央旅宿网站网站，每一季发文予国公所公告非法的名单，并且要求订办网站加非法的旅宿下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